借着，借着对迄个神，对神，互上帝称作义。咱一来讲，什么叫做称作义吼？这个神，咱之前妈妈讲过，这个神什么意思？对神什么意思？这个信是指什么？耶稣对世中个我，安想要这是信，为什么这个是信？那什么讲过2种解释，记不记得？迄那是改教家，15世纪、16世纪的改教家，他们认为这个信就是信耶稣基督，对你信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信耶稣基督，即摆保罗新官认为讲，唔是，这个信是咧指什么？是咧指耶稣基督的信息，我认为2个都可以，2个都可以。好，即摆保罗讲，咱既然已经对信称作义啊，所以就要怎么样？伊讲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概念借着我们主耶稣的基督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有甲上帝和，它原本的意思，因为咱台语讲有甲上帝和你，我们想象是什么？有甲上帝和是啥意思？和好是无其实伊是较在强调迄个和平的关系。就是讲和平，就是讲无搁真做是对敌啊，无搁真做是对敌啊，我们甲上帝和他都要讲称义什么意思？称义称义是什么意思？其实称义一个介简单的解说，用白话的意思来讲，称义就是什么？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那个就是称义你拿黑林手上的那个红色那一本现代中文译本他就把因信称义翻译成借着信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无同款的语汇同款的意思，就是讲咱讲称义称义什么是义人？什么叫做义人？一个称义的人，就是伊甲上帝的关系和好他跟上帝的关系和好。这个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跟等一下有关系好，既然基督徒你已经对神称作义，你嘛对这位耶稣基督，你已经甲上帝和好了甲上帝和好。来咧，伊要描述。保罗要描写基督徒你的状况你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你是对神称作义你甲上帝已经有和平的关系你即摆哪亲像你要挖靠这个耶稣基督，对神入地现今我们台语是写说大的恩典其实它的原文不是用这个，很奇怪，它不是说大的恩典伊是所徛的所在徛伫迄个恩典的所在就是讲他在描写基督徒基督徒他在描写我们的状况，咱是甲上帝和好的人，咱是徛伫一个恩典的所在，我们的位置是一个恩典的所在要怎么样？咱伫这个恩典的所在，咱咧望上帝的眼光我这样讲，你有没有那个图画啦？你有没有画面啦？你已经是无同款的人，你甲上帝关系是和平的你徛一个这光明的所在咱是咧望啥物？上帝的眼光。伊讲伫咱华语甲台语的翻译是说，这款的情形你是欢欢喜喜的望迄个上帝的眼光这个希腊文有点奇怪会当翻成欢欢喜喜，嘛会当翻做夸靠，夸耀夸靠，所以你去看大部分的英文译本拢是翻成 boast 夸靠就是讲你即马是一个地位徛伫稳定的顶面时，你会当欢欢喜喜
来毋望上帝眼光，也是讲你感觉这安那这公营，好，你为这个来夸口吼，来，这款的基督徒，保罗要提醒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你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哦，他说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你在什么？伫患难中，嘛得爱欢欢喜喜。很奇怪哦，为什么一转眼跑去患难？好多本来是安那，这眼光徛伫稳定的地位，在毋望啥物货？上帝眼光是不是？怎么会好像从云端就掉下来？以后这样的基督徒。你也欢欢喜喜，嘛爱黑面伫患难中，怎么变这样子？不觉得奇怪吗？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是基督徒很熟的一段哦，因为等一下你们咱念你哪知影这是个，可是可能没有去思考一下，本来保罗好像在铺成一个很光荣的这水的一个情形，忽然间侬跑去哪里？患难中，你在患难中，大家欢欢喜喜，嘛是爱欢欢喜喜，伫患难中嘛是爱会当夸口，这是怎么状况哦？关于这里的患难的伊的意思，唔是咱一般咧想的苦难，唔是讲等一个单无事家己路边去车弄到，这是不是苦难？还是弄了就算了，手机还不见了，是不是苦难啊？各位同学，你手机不见是不是大灾难？好，你在讲的苦难不是这款的意思哦，这个苦难比较像是一种压力。这边有写亲像这款的压力，什么压力？是因为你真做基督徒，你活伫这个世界，你会受到的患难，会受到的压力，这就是亲像耶稣基督伊伫约翰福音尾啊。30几章时候，伊咧甲遐学生讲的，伊讲学生恁是我的学生，基督徒，恁伫这个世上会有啥物货？会有啥物货？会有活出美好是不？会有啥物货啦？耶稣讲，你们在世上会有什么患难？耶稣在讲这啦。是这个概念，跟保罗这讲同款，就是讲，恁会因为伫世界，伫这个世上要坚持真做基督徒，会遭受一些压力、一些患难。好，停一下，各位亲爱的基督徒，我所听的兄弟姊妹，请问你有啥物患难无？请问恁真做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患难呐？有吼，来什么？跟这个世界其他人的价值观无同款，要不要讲清楚一点？你一开始就讲一只去啊，我后边是要讲啥啦？你讲他要爱他的敌人啊，那整篇都不用讲了哈。对，这是很大的患难，耶稣基督的要求哦。看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基督徒要去思考的。一开始保罗在铺成一个现象，铺成一个状况，就是讲基督徒，你是接受稳定的人吼，你承接稳定的人吼，你已经安那对神，互上帝称作义啊，吼你已经对耶稣基督，你甲上帝的关系已经安那和好啊。这个时候都把你讲在云端，有没有？你甲上帝的关系，不过忽然间。咱大家发现讲，哇，咱不是飞在半空中呢，是不是？在基督徒，我们是活在哪里？咱是活伫这个世上呢。咱若甲这个上帝有关联，甲伊和好，竟然活伫这个世界，那就会承受什么压力啊、患难啊。咱若是住伫提殿的无代志啦，是不是？咱是住伫提殿，甲上帝和好，那不是好的无比吗？想不想赶快死？好的无比对不？
啊，不过问题是什么？人还未死的，哈，咱是遐尼严光的地位，甲上帝和好的关系。啊，不过咱即马是对，活在世界上，马上就会面临保罗的提醒，你一定有啥物会患难，吼。啊，不过保罗要讲的是，你伫即款的患难内面，你得欢欢喜喜，因为你即个患难，甲一般咱想的苦难无共款。你毋是因为做啥物歹代志啊，受到那些苦难，你嘛毋是因为莫名其妙啊就受到一些苦难。你是因为你真做基督徒的身份，你真做上帝百姓、上帝囝儿的身份，你伫即个世上会拄到这个患难。伊讲，因为这款的身份拄到患难，恁得爱会当夸口，你们反而要怎么样？很高兴。就是你可以回头跟旁边的人说，我遇到的你还遇不到啦，安尼知不？好，你可以跟旁边的不是基督徒讲说，嘿，我才遇得到，虽然是患难，可是只有我们才遇得到，因为咱要坚持上帝国的价值观，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伫末世一定会拄到的处境哦。啊，考试末世是指什么时候？你们有讲一半，末世是指什么时候？它一定是一段期间嘛，耶稣死后，要不要再改一点点？耶稣什么时候？末世是指什么？其实较简单讲的是，耶稣两界来临的期间呐。耶稣第一次来临到什么？第二次什么？来临之间，那个是末世啦啊，所以咱伫对，我们就是在末世啦。你唔通看迄个好莱坞电影看伤济，以为只有那个彗星撞地球那个时候才是什么？才是末世，不是吼？就是耶稣第一届来，甲耶稣第二届来的之间，迄就是末世吼。好，伊是讲，这个上帝的百姓伫这段期间一定会拄到的代志，就是因为你的身份。你也拄到患难，这是保罗要强调的。所以讲，就算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什么？因为知影你的患难会生出吞论，吞论生出老灵，老灵生出五芒，五芒无地到更小，熟不熟？都会背了，对不对？还有歌嘛，那小心的一点一点看一下，你讲。患难生出吞论，吞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吞论？忍耐就什么是吞论啊？这个字英文最常见的是 perseverance， 它在表达几款的毅力，你看在这个哪写伫咱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五大主义。那个郁金香 ，tulip 那个 P 就是在指这个，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the 圣徒圣徒圣徒的坚毅，就是讲你真做基督徒，你有信心跟你同在，无论什么款的经历，你拢做坚持那个这个是他说这个是由什么生出来的？就是你会当坦然的面对这个世界给你的压力患难，你培养出这样子的吞论，来吞论生啥货？看不下，对，有地震震掉了那个。老龄，什么是老练？什么是老练我就是应该要这样，习以为常了老练是什么？因为和本嘛，先你下呢，和本也是这么写，老练，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
盼望，好，人那个老练是什么啊？其实我是有写了，只是我把它弄错地方了哈。老练是指这个 character。成熟的品德啦，你的性格，哈，已经变得很成熟啊，好，所以咱也选那个老练这两个个番哈，好，不是干那讲这是你的 personality， 不是你讲这是你的 character， 就是你的性命已经养成一种很特别的品质，好啊，这个是要靠什么？你还要为坚持哦，那个坚毅。啊，你的性命就慢慢形成这个比较较水的品德哈。啊，你有这款的品德，要生出什么？忙又回去喽。哦，你一开始就是忙上帝因根嘛，对不哈？又回去了哈。生出老练生出忙哈。啊，这个忙啊呐，没得到更小，会不会觉得怪怪？为什么你的盼望会和你更小？各位阿姐。你曾经忙什么物件，互你更小？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也忙到尾互你更小啊，都没有哦。想要发到大财的忙到尾要更小一点，不会啊，我看你也真的发大财了。啊，还有其他这个经验无？你讲哇，你。满心你的忙，你性命迄个方向去，啊，到尾是互你更小的。被旁边人笑什么？看这忙是啥物货？什么是盼望？吼，若要互你画一巴图，你要画一幅图画来表达盼望，你会怎么画？我系啊，这拢袂晓画图诶。哦，有许牧师卖笔，许牧师奇怪，今天许牧师有来啊？哦，躲出去了，呵，他厉害哈。许牧师是画家哈，你要怎么画出盼望的感觉？看下这，你若讲忙，你要忙一件代志，你看到未？你看到未？啊，没看到的啦，好，忙嘛。所以我看过一幅图画，画得很好，他就画一个女生的背影，看着窗外，然后看着窗外是什么，忘记是什么了。可是他是看着窗外，好，然后一副凝视远方，这个就是一个盼望的概念，就是你看到未？啊，未，不过你知影你要看迄个方向会出来，会回来，好，就好像你在海边，心情灰昂灯油中，好，这啥？安平追想曲，好，风吹金发树金龙，为什么它是金发的？上面一起荷兰人，为什么这女生是金发啊？混血的啦，混血的啦，好，他在港边忙他的金龙渔夫的船啊回来，对不？哦，画家到了哈，看到迄阵啊未？看到迄阵啊未？啊未啊，伊认为会转来未？所以伊底下咧安那，忙迄个时阵，甲伊的金龙安那，带转来。有没有可能伊的忙到尾啊是更小？有没有可能？可能啊，很多原因啊，可能渔船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或是渔船回来，上面没有他的情郎，对不？好，就是讲，咱的忙有当时要到尾是，互咱递到咱更小，因为咱甲咱专心忙拢放伫遐的时阵，到最后成功，真最康康，是有可能互咱更小。毋过遮保罗要讲的是啥货？讲你一世人，你规个全性命，你所忙的，袂安那，
袂低高见效。好，因为你是甲上帝安那有好的关系的人，你的性命所仰望的一切，袂低高见效。你要知道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哈。然后他继续说，哈，无低高见效，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疼，对所赏赐咱的圣行来灌压咱的心。我跟你说，弟兄姐妹，在希腊文这里会变成3个句子，好啊，它有子句的关系，写起来很清楚。可是翻译成中文汉字没有子句的关系，会变成一条长长的句子，你就会乱掉哈。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是咧讲啥？保罗是咧讲圣行，这个圣行是安怎？这个圣行，各位兄弟，咱知影，这个圣行是安怎？是赏赐给咱的。哦，你看这个他讲2个特色，这个圣灵是给咱的，上帝给我们的，而且呢，这个圣灵是怎么样？甲上帝的疼啦，灌压伫咱的心中，咱的生命里面。这是保罗要讲的概念而已。他别讲哦，这个圣行。各位兄弟，你们是有圣灵的哈，恁是有圣行的人哈。啊，这个圣行，恁爱知影是上帝赏赐给咱的圣行。啊，这个上帝赏赐给咱的圣行，会甲上帝的疼啦，灌压伫咱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跑去保罗要讲的概念了。伊讲这是上帝的疼，互圣行灌压伫咱的里面。他要讲的是这个上帝的爱，这个疼是安怎？其实这个疼吼，会回溯到头前你讲的对神称罪义。凭什么，弟兄姐妹？凭什么你会当对神去互上帝称罪义？想一下，凭什么你可以对信耶稣基督，你就去互上帝称罪义啊？这纯粹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稳定伊的计划，吼，伊用伊的疼来成就的事情，吼，你只要信，吼，这个信不论是你信耶稣基督，还是你徛伫信耶稣基督的迄个信息，吼，伊讲这个疼可以回溯到进前一下对神称罪义的原因啊，好的源头啊，其实。这个上帝的疼，伫保罗接下来要写的，伊咧要写的物件，伊是咧要写这个疼安怎呈现的。伊讲这个上帝的疼，伫咱正人，咱这基督徒，抑阁是啥物货？抑阁是无健康的罪人的时阵，这个基督徒安怎？就已经替咱死啊！他要讲的是这个啦。好，就是说，这个疼是咱会当称罪义的一个原因啊。这个疼的显明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伫咱遮的罪人，抑阁是无健康的时阵，啊，这个疼就已经伫咱的心中啊。透过什么？耶稣基督替咱死，好啊。他这样，他继续他就要想一些概念了。耶稣基督是替什么人死？我们嘛，啊，我们替咱死时，我们还是什么？罪人嘛，哈。今摆伊要甲咱解说，伊讲吼，那照这个圣经来看起来吼，要替义人死，恶的有啦。什么叫恶的有？就很少有啦，哈，好。啊，要替好人死吼，检测有人教，保罗是咧讲啥？好。义人甲好人差伫对，啊，你看起来替义人死的人较济啊，替好人死的较济。伫保罗的写法是替啥人死较济啦，替好人死较济啦吼。啊，即摆义人好人是差伫对，义人是啥物？我们刚刚不是说称义是什么意思？甲上帝关系安怎和好的人吼，啊，伊讲较少啦，较少人为即款人死啦吼，啊，较济人吼检测会敢为着什么货好人死？为什么
为什么比较多人为好人死，比较少人为义人死？有没有去想那个原因？你是好人还是义人？跟阿姐，你是义人还是好人啦？你是好人还是义人啦？各位阿姐，确定的你是义人，你知道吗？你确定是义人啦？啊，你有好不？你无拄拄啊是好人，你知无？你是义人没有错的哈，你是义人哈。好，你的身份你跟上帝是安那和好的人，可是你不见得好呢哈。你有时候还蛮苛刻的嘞，好，有时候忘东忘西。我今麦在讲的东西挂了，所以可能好人好人会对你有好处嘞，信不信？会有恩于你嘛？好人会对你善良，他对你友善。伊讲可能替好人死，兼差有人教啦。啊，毋过吼，这有人要替义人死的，因为可能跟你无什么好的关系。个重点不是呢，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是要讲下一句。伊讲吼，不管义人好人啦，拢跟你无关系啦，因为耶稣替恁死的时阵，恁是什么人？你是罪人啦，伊要讲的是这个重点在这里。各位兄弟，保罗整个论述到这里，要讲这个重点，就是讲上帝疼的显现是伫咱抑阁是罪人的时阵，伊的疼就已经安那临到咱啦。这个在讲什么？你如果读到这里，然后说好，感谢上帝然后点点头，然后就过去了，就可惜了。就真正可惜是安怎？因为伊在甲咱讲一个概念，各位兄弟，上帝疼咱、原谅咱、接纳咱的时阵，是伫什么款的时阵？伫咱抑阁是罪人的时阵，是不是？所以咱认罪啊未？认罪啊未啦？啊未啊？悔改啊未？啊未呢？咱啊未认罪进前，毋是啊未认罪进前，那是咱认罪进前、悔改进前，上帝就已经安那疼咱啊呢？已经互耶稣基督替咱死啊，已经付出代价了，他已经爱我们了，已经接纳咱啊，已经接纳我们了，已经原谅我们了。这个是在设立一个典范呢。什么典范？要互恁基督徒有患难的典范，你知无？什么意思？是安怎基督徒伫这个世上的患难？大家欢欢喜喜。因为呢，叫一般人，如果你要原谅那个欺负你的人，要原谅迄个得势你的人，什么条件？什么回来？跟我什么道歉呐？还有嘞，登报，这个也不错，要登报啊，对不？我的受伤很大呢，我的心理受伤很大呢。你以为道个歉就没事哦？还要怎么样？要赔偿我啊！最少要唱歌给我听，对不对？我舒服了，怎么样？再考虑而已呢。再考虑什么？原谅你啦，要不要原谅你啦？各位兄弟，这个就是世界的法则，世界法则安怎讲？法则，世界的做法，在世界的做法。不过，保罗在描写上帝的做法是什么话？是伫咱悔改进前，伫咱认罪悔改进前，伫咱会当赔偿上帝进前，上帝就已经互耶稣基督安那替咱死啊！所以上帝就做他的就好，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做法，跟咱有关系不？
跟那有关系不啦？就是说，基督徒，你哪要学上帝的做法，在这个世上，你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什么？好多开始讲诶，你就会有患难。啊，毋过吼，你伫这款的患难内面，你也欢欢喜喜，因为这是上帝用这款的顺序，这款的方法在对待咱嘛。吼，你虽然是患难，啊，毋过你知影，你也欢欢喜喜。这是你无同款的资格呢，你生命不同的样式，人家还没有跟你道歉，人家还没有跟你补偿，咱已经牙花上帝的宽心，已经先怎么样？先原谅了。嘿呐，这个世上人看起来，讲你是啥物货？笑的，我本来是要讲硬头呢，你讲变笑的去，会说你是硬头，你笑的，你安那不要这人，是不是？相怨，这个就是你会承受的世界给你的什么压力？可是你却说什么？我是欢欢喜喜，我是通夸口的。啊，我若安尼做落去，我的性命会安那？会生出吞论老人愿望，啊，我的愿望袂互我见效。各位兄弟，你全部有没有连起来？你有全部连起来哈？不是保罗莫名其妙要求我们这么做的。保罗他提出一个概念，这是上帝安尼对待咱的。咱若要甲上帝和好，咱就要用上帝的这个款式对待咱边仔的人。所以昨天我在晚上一个教会演讲，然后有一个姐妹就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你讲那么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跟我讲怎么样去爱那个我不喜欢的人？我说，哇，怎么去爱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嘛，信不信？这会为你带来患难，会不会？会不会啦？会啊。好，不过各位兄弟，如果你处在这样的患难，你就记得保罗讲的，这是因为你的资格无同款，你才拄会到呢，你才遇到的患难，然后你要欢欢喜喜的，好，然后接下来你的生命就会有一连串的改变，好。不过各位兄弟，我昨暝在修改这 PPT 的时候，我在想到，其实我们的状况可能还不是在这里呢。人家保罗在讲的是，你得爱先原谅伫甲你得失的人，爱甲你毁失的进前，你就要学习去干嘛？原谅了。好，各位兄弟，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难题？这是我们的状况吗？我们的状况可能不是的，我们的状况可能是在欺负人的那种人呢。我们还停留在我们在怎么样讨厌这个家伙，我就想办法让他怎么样很难看。我实在很讨厌哪一个弟兄姐妹，我就给他怎么样？给他没有办法立足，没法都好日子过。看他这，你真的觉得我们大家咱今麦正下李进为的状况是在学习原谅那个还没有跟我们道歉的人吗？我干嘛离咱这远呢？离我们还很远。我们可能要先学习的时候，不要去什么，不要去欺负我们不喜欢的人。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天性啦，我们的天性啦。咱介意什么人做伙？我们喜欢跟谁在一起？跟咱想法、看法、做法会合的人做伙嘛，对不？太可惜了，现在咱的爱餐还没恢复，我们预计7月恢复爱餐，你就可以看得到嘛，谁跟谁坐在一起。我们都跟我不是说不对我们都会跟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嘛，正常人性，对不？
啊，可是哦，可能我们可能要勉强自己哦，学一下哦，试试看哦，去跟自己怎么样？较青分呢，较无话讲的人啊啦，在一起看看呢，需不需要踏出这一步？因为耶稣的要求不是这样而已嘛，耶稣的要求是你要什么？去听你什么？你的仇敌啦。我现在不要讲仇敌啊，我只是不喜欢而已。我是不喜欢，我就给他死了，何况是仇敌。好，可是你要知道，世界对咱是有影响的，世界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这个人每次看到我都不会笑，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脸色看了。这是世界教我们的。可是咱看到伫经文，保罗伊咧提醒的是，上帝国的做法不是安尼啊。你是一个已经甲上帝和好的人，你得学另外一款的款式，另外一款的做法去试看卖啊。因为当你若安尼试落去的时阵，你虽然会感受到那亲像有患难，啊，毋过你的性命会愈来愈水，会因为患难生出吞论。吞论生出老灵，老灵生出亡，你的性命会愈来愈水，啊，愈来愈生什么事？生迄个已经甲上帝和好的人应该有的性命的款式。看下这，你可能问讲，陈牧师，你讲遐济啊，你有安尼无？你看有人家为我祷告了吼，我无啦，我嘛还未做，做未到诶。这就是做无事的悲哀，我拢讲到这清楚啊，做未到，没有错，我们在祷告中互相纪念，互相的提醒，不是攻击，是互相的提醒。我若伫讲道的时阵，讲到的话，你感觉安那？刺到你，请你要相信，我绝对不是要讲你。绝对不是，不是针对谁讲，是他啦，不是我了，是他啦，是上帝的话，在这个时阵，在这个处境，在跟你讲话，在跟咱讲话，咱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们把握每一届互上帝的话提醒的机会。伫这届讲到介清楚，要求咱。上帝的款式，就是去试看卖啊，是不是会当去接纳、去原谅迄个敌视咱的人，啊，伊还未认罪，伊还未甲咱表示好意，还未悔改，啊，毋过咱试看卖啊，上帝所做的款式去对待这的人。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这样做了，那当然表示你已经。经过前面那些了，就是对对你不喜欢的人，你不会去欺负他；对甲你无同款的人，你袂去甲压迫。这个不容易，各位兄弟，这真正不容易。好，因为我自己是那个很常常惹人家讨厌的人，所以我就知道不容易。毋忙，今日短为第1节到第8节，是各位兄弟，其实咱拢做常常在念的经文，咱常常会去看到的经文，咱用心搁一届的态度甲思考，搁来想一届，搁来思考一届，咱保罗在提醒的是啥物货？千万唔通看轻咱的身份。不要看清我们的身份，咱的身份是已经对耶稣基督付出的一切，咱已经跟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我们已经跟上帝和好了啦。咱就去怀念、去回想，上帝跟咱和好的时阵，上帝付出什么代价？
啊，上帝是安怎做的？看我们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会不会付出代价？会不会啦？会付出代价。不过不要忘记，在患难中嘛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吞润，吞润生老年生望。这款水的望，袂互你滴到见笑，咱当心来祈祷。